家何处是故？怎么也上酒店喝酒？几问？而且上了年纪，酒量倒不小，难得。酒保，快拿酒来。夫人，你年岁大了，不能再喝酒了。不，你的酒质太浅，经不起我几口喝的。你已经欠了不少酒钱了，还是谈话呢？忘了得了，刚才叫人送来。夫人，我的酒质太浅，想必你家酒质很大，还是回去吃吧。不，你点虽小，可是你的酒想啥人？再来一壶吧，我会给你做明白。这话为中听。好，再给你一壶吧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深，恰到海棠一秋。知否，应是落笔红手。还在唱我的诗啊？唱你的词啊？夫人，你喝醉了，你醒醒啊！他唱词。告诉你，唱的乃是我宋朝有名的女诗人李清照的《思梦玲》。什么是你的诗呢？李清照的字不就是我的字吗？这不是他的字啊！夫人也在此喝酒了。我们他回去。夫人，我们回家吧。快醉吧。是非。夫人。是非，应是落笔红手。他怎么还懂得诗字？
看他气势不凡，像是个落魄的鬼武人啊。他天天借酒浇愁，我看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啊。没有罪。哎呀，夫人善过善过，老酒糯米粥吃得过都是伤身体的呀，下次少吃一点。哦，我去烧点玫瑰菜汤给夫人醒醒酒。酒拿酒来。夫人，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，不要再东奔西走了。谁有差错，叫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爷？夫人，你年事已高，连年转乱奔波，精力已非往昔，万望珍惜，千万不可再去饮酒伤身了。就好就好，已在家千愁，拿酒来。夫人，难道你就忘爹已买菜，外国妻情郎后出苦中落，记下这原是晴雯传与我，太夫人就不诉告，他应算是坏人老爷临终托，弥补生的心头穷。不告，你们都叫我出去。哎呦，好。唉，在旁所讲。
转看把伤重不便随行，好在我家就在这里，由我来照顾，夫人尽可放心。好好养伤吧。是，夫人上桌吧。来色如意，来色如意知分末，使的阳关长到千千遍。名人兄，看来郑少今天又到不了家人了。兵荒马乱，道路难走，夫人才带大众过东文湾，就怕堵住。始终精兵攻算金人，落罪而地，家人人心一直不稳，事情轻舟已破，只怕金人迟早要荡过江来。到那时，夫人带来的这批贵重物品，说不定翻成了累赘了。在这春闰年月，我们这些读诗人真难呐。长梦不忘，夜雨深，寂寞
归去看夫家。有过并天10年老，书生报国空，言之多有心肠。说郎高，四师兄，看来清早今天是不会到了。四周就问夫人才命，一旦到了，务必早为小弟前去问问。王人，回去。是，四周兄。好。老爷，什么事？老爷，夫人到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在江边等了2天，渺无音信。今天刚想去接他，他倒来了。走，去。是。明在，明在，回来了他。你受苦了。一种相思，两错言在，再想美的越伤心的。相思绣在手，百千颜柔从此情。莲花马浪遍地是，一路之上艰难觅。夫妇不成家，将来再把家爱得。明在那复杂语言里三心，再怕将来也难等。有句话我该问，难道三我将心情？听说新营出了只有家军，还有大将混世中，都叫惊人害怕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这么说，大宋有望，大太来进兵，百姓又可以过着太平日子了。哦，王真，夫人，你我是老爷辛苦了，与赵老爷1年都没有见面了吧？是。明真，让他们去歇歇吧。去吧。谢老爷夫人。
去。你今夜胜过前夜凡女情，心里同样总相挂，真真切切见你心。明珍，这今日老人接你多少年的心血，我还是没有把他保护好。哦，不要紧，我们还可以重写嘛。你从画中救出这么多死角，真有是救我一命啊！你我赶紧把他追捕好。老爷夫人，请用茶。放在桌上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清早，多时不认斗茶，今夜你我菜市斗茶是哦。好，乐意奉陪。今晚菜送名片，由我出题。不，由我先出，以后谁胜谁出题。随意你。好。秦桧时有缥缈对魂心有1万之恩，相救而不多报，所以为千古佳话。请问在何书几卷几页几行之中呢？在诗记卷92华阴儿列传第32第7行第19时期，大丈夫不能自杀，我爱往生而今日，希望报复。哎呀，夫人强记精神呐！哼，奉茶。是，奉茶。清早起呀，三生来世不逢尘，恰得夫人迎三生，我是压着教棍娶你来，十分对上三分情，人在话你是谁做么叫何事？千岁便是是如今，来世也有来世好，有万中出了你，一代才华女子在。
恰有天堂丈夫妻，年轻20年，你为曲中君。酒多黄昏，宫上花中地平。难忘那归王亚西当马郎，明朝交杂烈红缨。难忘那红纱东上牡丹图。茶香不香，香难分。我做什么？我们生不逢人，生于离乱之秋。20多年夫妻，为少离多，真是可怜你了。对不起你，没有为赵家生一男半女，没有为赵家生一男半女，我对你不起。我对你不起。夫人，夫人，为何哭得这样伤心？请夫人休再悲痛，振作起来。修补书稿，完成老爷遗愿，老爷心下有旨，定怪夫人。不要说了。夫人可还记得
密正法师曾经劝你，他愿你死心永志蓬莱酒啊！哎，我要休息了。好好，晚景还收拾一下，请夫人到床上休息吧。你们去吧。夫人，密正法师是多么盼望夫人好自为之啊！你们去睡吧。哦，夫人，我为你宽衣吧。不用。走吧，走吧。哎。密正法师，婆婆娘娘谁用谁，才能小金水，家计与重阳，若真啥事半夜两处退，梦里大醉，黄昏与我相映时，暗香。西风，三笔望花深，三笔望花深。好事！哎，密正法师，明正兄，这位想必就是宜安夫人吧？请早，这位就是我想跟你提起的。密正法师，哦，法师，今日是话无不精通，请找娘母举言。阿弥陀佛，莫道不孝文，连卷西风，神笔望花水。生性苦调，千古绝唱，真不愧是一代女诗家。法师过奖了，请坐。法师，请用茶。好好。不送剑，却送你落笔红水。今相见，神笔望花，为何有呢？唉，国怨何极，真纵横。心是人间10万绪，火花在，却花里丝丝一岁，不传传却把你心事传透。这年头生命是只张过，过日自己悄悄的，但愿你死心弄事蓬莱酒，休愿我夜云也那风雨随。听说孙家还在南迁呐，边境到金陵，又从金陵到扬州，再往南逃的话，到那时看来
江南赴宁日，明朝风更水。平生虽是空门，但国事时事看来也乃落根清醒了。哦，不但这些，不但这些。哎，清朝法师心痛世事，他还水上丹青呐。哦，今天虽请法师替清朝西征，不知法师肯应允否？能为以安居之妙用，平生乐意为之。多谢。随康，别没时候。是，请，请来。嗯。嗯。嗯。名称法师画好了没有啊？画得像不像？夫人，夫人，你看，你看呀，你快看呐！画得像不像啊？看哪里？我看。夫人，你在做梦啊？你做什么梦啊？啊？哦，唉，再莫插花花莫笑，可怜春日神将老。呀，好事好事，夫人快把它写下来。哎，写他这人呐，哎，你呀。夫人，洗脸吧。今天安下心来，在家里好好修补书稿吧。啊！等等，先让夫人把这好事写下来。夫人，那。我将画笔当眉笔。哎。夫人，请用早饭。哎，我来接你画眉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请用完，请用完啊！故乡何处是？忘了子非罪呀！身之初，性本善。哎，这个善字你会不会写啊？喂。哎，那你写给我看一看。哦，这些虽然仿品，倒也制作精细，实比见家有口语墨文字啊。哦，听老嫂嫂之言，定是行家。对古文我也有所懂好。官少举止，该是书香官宦出身。听老哥口音，不像是临安人士吧？老汉是皮良绅士，国破家亡，我父女二人逃离家乡，流落至此啊！哎，老嫂嫂，你也是？同是天涯沦落人呐。自此来，我们还是同乡，这真是他乡女心子啊！女心子，哎，他乡女心子不可无罪啊！拿去问罪吧，拿去。哎呀呀呀，这是从西周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木砖。老嫂嫂，你是从何得知啊？
家传之问，问罪吧。哎呀呀，我说老嫂嫂绝非等闲之辈，莫真睡好，睡好。今日老汉之中买好酒，买好酒啊！啊，老嫂嫂请坐。多谢老哥。去泡茶。他乡遇新知啊，应该先饮3盅。他让老哥了，干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能喝上这乡间米酒啊，已经很不错喽。是啊。恐怕今后连这个也喝不上喽。就怕天上自己落，事事有事，走前用，还要走前用。今日里不是身边事事注意。事情们谁与呀共？只落个深深有罪为不绝，走在船上关家仇心上涌。在下管他参与动，干干。前方专决不离。这几天又有不少伤兵拔腿下来，沿江乞讨啊！大哥，今我到2杯酒。此今是养育，不肯顾家东。2位张氏，你们受苦了，来，请受我这杯酒。谢谢妇女，谢谢妇女。前方专决事务啊！专长这就是早定的。现在贼我家军还在孤军奋战，生怕难测。我家军不知王真他们生死如何啊？水康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听说金兵就要大举南下，王人要去投奔我将军，赵罗也要同去，可他们俩杀不得老爷和夫人，联营之间想再来侍候一位。老爷，黑哑巴，王真知道，不该在这个时候走。去吧，你们都去吧。你们比老爷和夫人更有出息。
老爷我在中国今日当过知府的人，可是对国家对社稷又有什么作为呢？去吧，去的岳家军。王仁，送你宝剑一把，以作杀敌之用。谢老爷。孩子，你们切不可辜负老爷和夫人的一片心啊！儿知道，老爷夫人，国仇家恨，永记心上，不杀的口，死不回头。王真、赵禄，你们把他带上。谢夫人。老爷、夫人，我们上路了。路上当心。当作神奇，死也为用。自今四行里，不可不讲动。自今四行里，不可不讲动。家，何处是家？何处是国？夫人，你真发誓？义安夫人，义安夫人，义安夫人，你怎么？哎，一言难尽啊！走。法师，请用茶。啊，夫人引我落到如此境地。没有想到，真没有想到。明真，你看我这幅心里梅花有否上镜？好，你是冒昧了。想不到怡然夫人不但诗词古神，这丹青也是高手，佩服佩服。不说可心脏明如水，与民生同好称之云，上庭边也人相等，出色美情我在心头呀。原来是张先生，请坐。其实怡然夫妇一个是世孙，一个是上家，真是三生有缘呐。是这兄，嗯，我就知道是你呀。明神啊明神，少夫人到达江宁已经数天，你怎么连消息都不告诉我呢？哎呀，果然忘了，果然忘了。厅长，这位就是我新结交的好友
他叫张氏。这位张先生早已识过大名了。名人兄，小弟这次前来，想看看少夫人从青州带来的古玩字画。好啊，请。嗯，这只玉物玲珑剔透，像是西周出土的名物，珍宝，珍宝。是啊，此物年代久远，神所难得，故而不以稀为贵罢了。难得，难得。名人兄，小弟这次前来要去健康为国要礼，得来是应。不过，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吧？少夫人这副丹青能否3岁大呀，不敢相送。该人让清早送我一副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告辞，告辞。师兄，我来送你。老爷，我是紧急公文，请老爷过目。知道了。子孙兄，事不允送。告辞。明仔，为何转眉不转呢？圣上圣命我何罪太岁，要我明天到健康接旨上任。你看，我去还是不去？我倒担心你病刚好，可是圣旨又不能违。你们夫妻真是为少离多啊！这也许是天意吧。想不到从那次一别。名人，快！何事？好计，好计！内定总归张不良，今日何在过健康？据闻此公虽长，我不借机去拜访。听说张不良随营带有大众朝廷重器，名人兄只要写成今日了，岂肯错过这大好时机呢？此公十分贪心，嫌犯若见我孙家之宝玉物一棍，被我晚夜写在，他定不快。我看今天我不去也罢。依我看，不妨携带玉物亲去拜访，彼此切磋同好，方可尽释建议。张公公乃圣上身边之人，又何必怠慢于他呢？这把玉物其实乃是明日，这是正气人造，言传至今，以稀为贵，所以被成了国之珍宝。公公不愧为今日行家呀！哪里，此物我倒是没有收藏，不过我很想放他一过，定能乱真。名人兄，能否将玉物留下，借我一用，永别结完？名人兄，借给公公那又何妨？何况由我可作证嘛。公公也有无数珍宝，实让你一件件估摸，怎能抄了到今日落去？这不是两件几枚吗？公公意下是何？那是算了。好吧。公公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，请。
家事。国师，真是国师！听说那张伯良已在在国宝簿上，定是要断成金榜。我那女巫也要一同葬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夫人，健康总算有心来了。啊？怎么是健康的笔记？老爷平说，我上不去，望夫人千万速来呀！老爷，哎，你平体为好，又熬了一个通宵，哎，你呀。按照这个药法，再去扎7天呀。啊，好。哎，再看，哎呀，夫人，你终于来了。老爷的病怎样？我正要去扎药呢。哦，我先去看老爷的病，再去扎药。夫人，这边走。清早，你终于过来了。我是不许随康，给你写信的呀。你应该告诉我，不要着急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来给你诊嘛。哎，我以为自己还是个脏货，现在看来是不行了。明真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药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自己的病是最怕用茶壶忘情的吗？我以为，你病
多不些混呀，可好得快一些。想照着监狱，为人尽着了，不料反而加重了病情。你这样不是要折杀你自己吗？清早，你不要难。你再看，高爷。这一段写得好不好？我念给你听。今日咯，卷第12，今后故喜闻名，这样家中名。2长二阳公家，喜气无业，名曰。好，这是这样写太慢了些，我看。还是我们俩一起写吧。你病刚好，好好躺着休息，我写来快一点就行了嘛。我感觉好多了，我能写。让我起来。不行，你还是躺着。哎呀，名人兄，大难临头了，你们还这等高兴？张不良的事牵扯到你的头上了，是不是那牛夫？牛夫？什么牛夫？少夫人，那个张不良从名人兄那里骗去了牛夫。明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到临头啦！那个张不良果然投身了警帮，消息传开，有人知道这只牛夫乃是夫上的珍宝。便禀报首长，说名人兄乃有通敌之嫌。至今半之间康复，让我亲自一见名人兄，去朝廷受审。你在牛子，只有你一人知道，你要为我辩吧呀！天哪，我来这不怕自冤了。看名人兄病人这个样子，叫我似乎下得了手。这一对名人兄病好了，我再来押解吧。师兄，明真。躺下。我这大本身，我是做官不讲官，写文不讲文，可有也可无，不为也不仁。为谁往日尽忙转，岂不是碌碌无为须自身？不，你是知府老爷封雅信，无疑仕途显信雅文，在人间留下句子精神了。时时熬精血，卷卷劳身心，真是碌碌人无为。
啊，夫人，哎呀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。本当是应分问你人流，看起来是乱是真，也难安生。月饼通体不把缘，宁先分问休莫根，怎可以绵娘无马背上这菠萝精神俩得生，谢夫人啊，随我心愿珍贵分文为国留千朝气呀！可怜丢下你傻女子，生死苦难真神你可不要胡思乱想，你要保重。今朝把金朝罗交接朝廷之后，你就算尽我能对我的责任，何去何从？你明真，你不要再生下去了。今朝明月一件事待你不起，我们因为赵家生意暖不你。不，今朝你看，大金朝罗不就是我们的儿女吗？我们俩本是心血养育了他不就是我们的一脉相好吗？你要安心养好身子，你我一起把他好好抚养长大。今朝往日差事斗杂，总是我说而不得应杂。往日斗杂不是你说，是你娘敬我的。今天娘清早奉你一杯茶。谢夫人。明真，这位是我叔了，娘清早敬你一杯茶。真的走了，你是梨花落地家无
后婆家园虽在留下，永必尽万年情相紧吧，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关路了。哎，大嫂，哎，你要什么？我家夫人累病了，你能不能因故方便，在你家暂时几天啊？可以可以，论世家苦命，同是苦难人。不过我家超简陋，讲究讲究，就在我家住上几天吧。多谢。来。夫人恕我直言，当今皇上自国家安危于不顾，节节难退。你这样苦苦寻找，奔波劳累，又有何用？当初在官朝廷是想捐献文物，为民人伸冤。夫人是万人老爷的遗愿啊！唉，只怪我有眼无知，所托非人呐！请进，夫人，张大人来了。哦，是你？宜恩夫人久违久违，我在街上看见孙康在卖画，方知宜恩夫人居士在此。请坐。好。请用茶。谢谢王大嫂。不知夫人投军之时，可有什么美目？朝廷就是天马行空。在官至今，连身上的面都没有见着你。事情朝廷令世家恩惠上不能报，哪里还顾得上追究名人的不之冤？依我看，夫人不如将一应文物编码成简，落得做个乱世富婆，岂不更好？富贵算得了什么？清朝几年来屡立颠沛，为的是替王府鸣冤。岂不问士大夫名节第一么？夫人高风亮节，实在岂能不如一臂之力？实不相瞒，实在已在朝中任职，这2天正采购什么，准备送到海上。啊，世泽兄，你念在明正皇上的心意上，能否请清早见驾？好，3天后使者来接夫人。
管家带着夫人，我在火车先行一步，我在码头等你们。知道。多谢师尊兄。不必客气。夫人，上脚吧。哎。慢一点，慢一点开船呐！等一等，夫人，等一等啊！慢一点开船。张大人，等一等啊！等一等！哎呦，慢点开船，快开船！你们不能骗人呐！你们不能走！哎呦，张大人，这是老爷夫人的心血啊！让他推下去，开船！不能走！哎呦，开船！
老人早来在苍天如果有眼睛，也应该在我领地画我多怜悯。为什么在追我丈夫来不该来在追我？千辛万苦万苦千辛，本是手上的宝珍兵中郎君，我此去。去波涛共为人。夫人，你要想开心，我要为老爷伸冤呐！夫人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明着，我待你不起呀！夫人，去告张日洲这股畜生！告！走！你诬陷张日洲他人，上告上皇民官，本当判你坐牢。知府老爷念你年老，不来分财，快回去吧。府衙不正，我还要上告。说想对吧？你父少名人若无通牒，实际你有犯诬告之罪啊！现在朝廷都在东奔西窜，谁还来管你这些？快回去吧！家无归，丈夫死，冤难伸呐！结果那一把碗酒。好。夫人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喝酒了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啊！你们不要怪我啊！我不要，夫人不要。拿酒来呀！官家，让夫人喝几口，这个世道太气人。再走上高府门，又怕张日洲再来加害夫人，老奴才力劝夫人离开台州，来到里外结局在此啊！可恶，张日洲正衣冠禽兽，天理何在？到世纪万年聚会。奇迹，贴什么辛苦，种什么草民，学什么长书，要什么金三郎。夫人，你错了。莫让冤屈回其真，是真报真理。莫让人救
人兄，临终嘱托千军送我。夫人你一生千计反困境，世道不公就是真，朝廷不忘托民心，这是高应留人间传后世。万兰夫人一腔心血化作阵阵金沙云。国公万事求真，朝廷无望，苦托民心。心心密密，冷冷清清，凄凄串串凄凄，三杯啊！夫人，赵露是你？夫人，哦，不要哭，快起来。王成啊，准是在上场了。王成，英雄啊！我一直在寻找夫人，一路上靠着晚，边寻找边打听，今天总算寻到夫人了。不要哭，冷静一点，快说说王成的事吧。慢慢说。我与王成投奔我家军后，跟着我元帅抗击金兵，节节胜利，连今日都是换善意，还我家军难呐！我们所到之处，百姓头顶相伴，跪地认罪。哦，可是朝廷呐，那朝廷一时清太神啊，三元杀得风不停啊！怎么若非死了？不知了，都没死我去接他一击。不过，夫人，你千万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被朝廷知道了，是要杀头的呀。我元素，记得今早到你满家时，只觉得热血沸腾。当你为四分作，百姓为相归送，寄托在满腔爱国热情。当你知县镇大获建胜时，普天黎民奔走相告，握手相亲。总以为在大王龙万物三自在苦的，我今早可以无朝王府邻居，终拜故里。谁知风雨得变，元帅被死在风波顶中，这真是千古奇冤，千古奇。
夫人，